樂群社會服務處喺2000年由一班社會賢達成立，係稅務局認可嘅公眾慈善機構，以助人自助、敬業樂群嘅服務宗旨，致力推行扶貧助弱嘅工作。樂群最初喺北角設立第一間服務中心，25年來，樂群一直與基層社群風雨同路，至今已經喺港九新界開設咗8個服務點，營辦不同嘅政府項目，推行地區服務以及營運唔同嘅社會企業，為基層家庭嘅兒童及青少年、婦女、長者以及新來港人士等提供有效率及人性化嘅專業服務。樂群係政府多項支援計劃嘅堅實合作夥伴，當中包括共創明天計劃、社區客廳試行計劃、過渡性房屋計劃、攜手扶弱基金、兒童發展基金計劃、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及就業支援服務等等，為共建和諧幸福嘅香港家園而努力。樂群嘅共創明天計劃咧，令我認識到家朗啦。喺呢個計劃裏邊，我可以分享我嘅人生經驗俾佢，參與活動嗰陣時候同佢一齊成長。呢個過程咧係十分開心快樂嘅，感覺自己好似心境都年輕咗好多。家朗咧，其實自己本身咧都比較含蓄同埋內斂嘅，咁佢唔係咁善於表達自己啦。咁我都好多謝阿譚友詩佢無私嘅付出同埋幫手去照顧阿家朗嘅。喺呢度咧都好多謝樂群咧安排唔同嘅活動體驗，幫助阿家朗成長。參加共創明天計劃令我揾到自己嘅興趣同目標，希望第日成為一個甜品師，整唔同甜品俾屋企人同朋友食。咁我哋咧2年前都有喺深水埗劏房搬咗入嚟呢一個單位啦。咁以前住嘅地方冇 lift 㗎，咁所以咧我哋咧都要行2層樓梯，咁帶住小朋友出入都好唔方便。咁搬咗入嚟呢度咧，個居住環境闊落咗好多資源啦。咁小朋友有多個環境可以咧係活動啊，同埋咧成長嘅。加上咧呢度咧都位於市中心啦，咁所以交通都好方便。咁我哋一家都住得好開心，同埋咧平時落樓咧，咁中心都會咧參加呢啲活動嘅，咁都可以識到好多咧街坊同埋新嘅朋友。咁都好多謝樂群咧提供咗呢一個地方俾我哋嘅。我係皇崗漢社區服務中心嘅中心主任梁姑娘。今年咧係機構嘅25週年，而我喺樂群工作咧都就嚟20年啦。我大學嘅時候咧係讀社會政策嘅，畢業工作咗幾年之後就有機會加入樂群啦。咁最初就係項目幹事，之後咧就兼職進修社會工作碩士，後嚟咧仲成為咗中心主任。記得咧樂群俾我第一個印象咧係活力十足啦，充滿人情味嘅。而呢個感覺咧一直延續到今日。樂群咧係一個好貼地嘅機構，除咗本身嘅服務之外咧，亦都會好靈活咁推出一啲 ad hoc 嘅計劃啦，去回應一啲社區嘅即時需要，係一個好靈活、好有魄力、上下一心、真心為基層服務嘅團隊，令到我咧到今日都係好享受我每日嘅工作嘅。我好感恩可以加入到樂群呢個大家庭啦，咁可以見證到一啲服務對象嘅改變同成長啦，而且可以同一啲有困難嘅服務對象去同行嘅。樂群係一個小機構、大家庭，一直以人性化嘅管理文化，令同工熱誠積極，與各界攜手，持續推行關懷基層服務對象嘅工作，深受各界認同。2025年，樂群踏入25週年，陸續舉辦咗一連串嘅致慶活動，與樂群之友、機構同工、贊助者及不同持份者一同參與見證樂群成立25週年嘅喜悅同里程碑。2025年係樂群成立25週年，回望過去，樂群始終本住助人自助、敬業樂群嘅宗旨，同香港市民風雨同路，致力關懷基層服務對象嘅需要。展望未來，樂群定當繼續同國家同特區政府同心同行，迎難而上，創造未來。
樂群定當上下一心，提供更優質嘅社會服務，同支持者同埋合作伙伴凝心聚力，發奮有為，為香港特區嘅繁榮穩定同國家建設作出更大嘅貢獻。現時樂群並未有政府恆常撥款嘅資助，經費實在有賴各界嘅捐助。希望各位善長未來繼續支持樂群，踴躍捐輸，攜手為民生建未來。同行25載，攜手新征程。